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8月25，咱做来读耶利米书第51章到第52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51章，上主安尼讲：看咧，我要用毁灭的大风攻击巴比伦甲伊的人民，我要派外国人来侵犯巴比伦，亲像大风在抹袂水。因要甲伊的国土搬甲空空空，毁灭的日一个到。因要对四周围来攻击巴比伦，毋通互巴比伦射钱的兵射钱，毋通互因有机会武装起来。因的少年人，恁毋免甲因珍惜，着甲因全部的军队消灭。巴比伦人为伫家己的城市受台，伫逐条街路互人屠杀。以色列甲犹大虽然伫逐所在得罪我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毋过因要无互上主万军的统帅因的上帝气杀，着赶紧逃走离开巴比伦，虽然顾性命，毋通因为因的罪甲因做伙灭亡，因为上主报仇的时已经到，我要互巴比伦受报应。巴比伦以前是上主手中的金杯，互全地的人拢啉甲醉茫茫，列国捌啉伊的酒，啉甲发狂。巴比伦为忽然倒坏毁灭，恁着为伊哀哭，着甲伊抹乳香，减轻伊的喊痛，伊可能还医会好。住伫巴比伦的外国人讲：阮捌想要医巴比伦，毋过无效。现在咱着离开，逐个人倒去家己的故乡，因为巴比伦所要受的刑罚真大，大甲拄天，痛到强冲。上主的子民得反复，上主已经宣布咱公义无罪。来，咱着伫锡安宣扬上主咱的上帝的作为。上主决定要毁灭巴比伦，就激动米底亚的君王来攻击伊。这是上主要报仇，要为着伊受毁坏的圣殿报复。指挥官下令钱挖好尖，盾牌举好条，采大旗做信号，攻击巴比伦的城墙，加强固守守望台，派卫兵轮班，佮派人埋伏。关系巴比伦子民的命运，上主安尼决定，嘛安尼实现。巴比伦啊，你的境内有真侪河流，佮接住真侪财宝，毋过你的终局到啦，你的性命到这为止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伊家己立誓讲：我要调集亲像草莓遐尼侪的大军，侵占恁的土地，因为对恁发出胜利的欢呼。上主用家己的大能创造大地，用伊的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踢开穹苍。上主一个出声，天顶的水就加滚，云雾就对天边海角冲出来。伊对雨的中间射出死呐，对伊的仓库送风出来。世间人拢愚戆无知，逐个拍金师傅拢为着家己做的形象见笑，因为因做的形象拢是虚假，内面无生命。偶像拢是虚假，是人铁笑的对象。刑罚一个到，因拢会消失。做哪个产业的上帝甲因无共款，伊是创造万有的主。以色列是伊的子民，是伊的产业。伊的称呼是上主万军的统帅。上主讲：巴比伦啊，你是我的铁锤甲武器，我捌用你讲嘴列邦，毁灭列国，捌用你拍败战马甲骑马的，拍碎战车甲赛车的，捌用你害死查某人甲妇人人，害死老人甲囡仔，害死少年人甲少女，捌用你害死牧者甲伊的羊群，害死做事人甲伊的牛，害死总督甲官员。上主讲：恁要亲目看到我报应巴比伦甲伊的子民，因为因做歹伤害锡安。巴比伦啊，你是毁灭全地的大山。你看，我要攻击你，
要伸手对山岩甲你扯落去，互你变做烧毁的山，人袂阁对你遐摕石头做出角石，也是做地基，因为你会永远荒废。上主安尼宣布。就伫境内采大旗做信号，伫列国中分扫角，调集列国来攻击巴比伦，就调集阿拉腊、米尼、阿斯基拿来攻击巴比伦，佮派将军指挥作战，调集亲像草蜢遐尼侪的马兵上来，就调集列国米底亚的君王、总督、官员，甲因所管各国的军队来攻击巴比伦。对大震动佮断雪，因为上主攻击巴比伦的旨意已经确定，要互巴比伦的土地荒废，无人徛起。巴比伦的勇士无要阁交战，拢密伫堡垒内面，因开力用尽，亲像附近人无力共款。巴比伦的主体互火烧了了，因的城门互人弄破，散配的连续走来，报消息的一个搁一个，拢走来要报互巴比伦王知，城逐边拢互人攻破，河的渡口互敌人占去，水池下落位互火烧去，战士拢惊甲破胆。上主万国统帅以色列上帝宣布，巴比伦会亲像五谷场，互人大家平。阁无偌久，收成的时就到啦。耶路撒冷人讲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甲阮吞灭，甲阮夺去，阁互阮亲像饼空的器具，伊亲像海怪甲阮吞落去，将阮的宝贝食了了，就甲阮推出来。锡安的子民讲，巴比伦人虐待阮甲阮的亲族，原因受报复。耶路撒冷人讲，因流阮的血，原因遮的罪受报应。所以上主安尼讲，看咧，我要替恁伸冤，要为恁报仇。我要互巴比伦的河无水，互伊的水源拢干去。巴比伦要变做土堆，成做豺狼大的所在，互人着惊啼笑，无人徛起。巴比伦亲像阳明的狮，吼，阁亲像细只狮咧叫。因的食欲一个起，我就替因办倒，互因快乐，互因啉甲酒醉，永远困袂醒。我要亲像伫赶羊仔、赶绵羊港、山羊港，赶因落去屠杀场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，巴比伦竟然受攻破，全世界拢伫称赞的大城竟然受占领。列国看着伊，拢着惊。海水涨悬，淹过巴比伦，大海的海涌甲伊扛起来。巴比伦的城镇趴远，土地大窟窟变做沙漠，无人徛起，嘛无人经过。我要刑罚巴比伦的神明比列，叫伊吐出吞落去的财物，列国袂阁去敬拜伊。巴比伦的城墙倒坏啦，我的子民啊，着赶紧逃走，离开巴比伦。逐个人救家己的性命，闪避上主的大生气。恁毋通失胆，毋免因为境内的风声惊吓，因为每年拢有风声传来，境内有恐怖的事，领袖互相斗争。看咧，时日一定会到。我要刑罚巴比伦的偶像，巴比伦全国拢会拄着见效，受害的人会倒甲满世界。迄时，毁灭者对北方来到巴比伦，天地甲其中所有的要因为巴比伦倒坏烦恼。巴比伦伫世界逐所在害死真侪人，嘛害死真侪以色列人。为着安尼，伊会受毁灭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：恁已经闪避刀剑，着紧走，毋通徛踮遐。恁虽然离开故乡真远，就会记得上主。着少年耶路撒冷，恁讲，阮听着人的地雷鸣，就感觉闹气，满面见笑，
因为外邦人入去上主圣殿的圣所，所以时日一定未到。我要刑罚巴比伦的恶上，巴比伦国内有侪人受伤地害惨。巴比伦虽然爬上天，搁强化堡垒，我犹原要找毁灭者对付伊。上主安尼宣布。对巴比伦传出哀哭的声，伫巴比伦发生大毁灭，因为上主要毁灭巴比伦，城内无阁有喧哗的声，对敌的军队亲像鹰隆隆吼，发出响亮的声。有毁灭者来攻击巴比伦，巴比伦的勇士互人掠去，因会经受压制。上主是刑罚的上帝，一定会报应巴比伦。我要互巴比伦的贵族、智慧的人、总督、官员以及勇士拢啉甲酒醉，永远困袂醒。大君王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巴比伦宽阔的城墙拢会全部倒坏，宽大的城门会互火烧烧去。万民所劳碌的拢无采工，万国所努力的拢烧了了，因就拢亚神。犹大王西底家即位第4年，马西亚的孙尼利亚的囝西莱亚做王宫总管。伊甲王做伙去巴比伦的时，先知亚利米有话吩咐伊。亚利米将要临到巴比伦的灾祸，就是有关巴比伦一切的话，拢写伫一卷册。亚利米对西莱亚讲：你去到巴比伦的时，就宣读写伫这个册卷的话，搁着祈祷讲：上主啊，关系这个所在，你要讲，你要毁灭，互伊永远趴远，无人徛起，连精神嘛走了了。西莱亚，你甲这卷册宣读了后，就甲伊绑伫一块石头，迄落去幼发粒子河，然后讲：巴比伦话亲像安尼沉落去，袂阁兴起，人民嘛拢亚神，因为上主要降灾祸互因。亚利米的话到这结束。第52章。西底家即位的时21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11年。伊的老母叫做哈姆他，是利拿人亚利米的查某囝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照约雅敬的所做去做。耶路撒冷甲犹大发生这的事，是因为上主发生气，对伊的面前甲因赶出去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。西底家统治第9年10月7日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伊的大军来攻击耶路撒冷，伫城的对面砸营，搁伫四围做土堆攻城，城受围困，一直到西底家王第11年4月初9，城内饥荒真严重。住民拢无米通食，城受攻破，所有的兵士透暝对王宫花园附近两个城墙中间的门迄条路逃走。巴比伦军队要伫四围攻城的时，因往阿拉巴的方向逃走。巴比伦的军兵追入西底家王，伫亚利哥的边缘入着伊，伊的全军拢击杀伊四散。巴比伦的军兵掠着西底家，甲伊掠去哈马地区的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遐，伫遐受审判。巴比伦王害死西底家的囝，互伊亲目看着，搁伫利比拉杀犹大所有的贵族，搁挖伊两蕊目睭，用钢链甲伊连地，带伊去巴比伦，甲伊关伫家里，直到伊死迄日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19年5月初7，
巴比伦王的元神侍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，用火烧上主的圣殿、王宫，甲耶路撒冷所有的厝，以及所有贵族的厝。第侍卫长的巴比伦军兵将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拢拆毁。彼时，侍卫长尼布撒拉旦将民间送乡人留伫城内所存的人民，甲投降巴比伦王的人，以及所存的财富拢掠去。毋过，侍卫长尼布撒拉旦有留一寡上送乡的，互因伫葡萄园甲田园种植。巴比伦人将上主殿内的铜条、分座甲东海拢拍破，将遐个铜运去巴比伦。伊嘛将鼎、凸仔、灯芯的加刀、碗盘仔、香香的撇仔，甲圣殿所有铜的器具拢搬去。杯、放火炭的盆、撇、鼎、灯台、香香的撇仔、后仔，所有金器的金、银器的银，侍卫长拢摕去。佮将所罗门王为上主的殿所做两支条，一个东海，甲做的12只铜牛带去。这器具的铜做甲袂称得。这两支条相款，每一支悬8公尺，一围5公尺30公分，高75公里，中央公壳。条的顶面有铜的条斗，条斗悬1公尺30公分，条斗的周围有铜做的网仔甲射流，四面有射流96粒，网仔的周围射流总共100粒。侍卫长尼布撒拉旦掠大祭司谢莱亚、副祭司西番雅甲3个圣殿门口的守卫，佮对城内掠一个官兵的官员、王的7个亲信，甲节目兵士的副指挥官，以及伫城内拄到的60个国民。侍卫长将这个人带去伫利比拉的巴比伦遐。巴比伦王伫哈马地区的利比拉拢甲因杀死。安尼，犹大人民受掠离开因本地。下面是尼布甲提撒所掠的人数。伫伊统治第7年，掠犹大人3023人；第18年，对耶路撒冷掠832人；第23年，侍卫长尼布撒拉旦掠犹大人745人，总共有4600人。巴比伦王伊米勒达伫伊即位迄年，就是犹大王约雅斤受掠了后第37年12月25日，特赦犹大王约雅斤，放伊出家，佮用好话安慰伊，互伊比受掠伫巴比伦其他国家的王有较悬的地位。约雅斤褪去家内所穿的衫，一世人甲巴比伦王做伙食。约雅斤活地的时，巴比伦王想出伊所需要的生活费用，直到伊死迄日。咱今所读的圣经节伫耶利米书第51章到52章。